因为什么要这样搞自己哦？因为可以讲一些故事啊。怎么变成我们两个在聊天？你尴尬什么？考试很难呢，都调都还不知道。好，接下来这首歌是竹船，竹船怎么讲？大明啊，对白啊，竹子。大明啊，如果讲错讲成打曼娜就不行哦。有人知道什么是打曼娜吗？你知道什么？你一直点头。有听过，是高丽菜。我们有带。真的吗？为什么？你们刚去买菜哦。这个就在讲那个船，竹船，就说阿美族的船要带什么回来啊？带鱼啊，带。这个请参考专辑内页。那这曲子是我们的好朋友柯志豪写的。啊，这首歌好难。Kusmi awal Hai Cifaru ai Tokuya Nanas mituri kai Tokuya Toas Hai Utamina No amis at tanglaw Umaan ko aalaan Usadiwas No amis at tanglaw Umaan Inayan no amis at tanglaw Umaan ko liit zelan Oya Fitsuki Oya Koau Oya Tak-tafi Oya Futing Baru ai tokuya Nanas mituri kai tokuya Toas Hai utamina no amis at tanglaw Umaan ko aalan Usaiwas no amis at tanglaw Umaan ko harap Inayan no amis at tanglaw Umaan ko biit zelan Oya tatapi Oya koaw Oya tatapi Oya puting Oya fitsuki多字哦，好多字。达雅老师一开始我们在讨论怎么开始的时候，他就非常坚持说，我们虽然是要做童谣，可是他认为给孩子哦，你给他牙牙学语，很简单的那种，
跟你给他很难很难的那种，其实对孩子来讲是一样的。因为对小孩来讲，就是你给他什么，他就会接收什么，对。所以我们没有做那种，就是呀呀。你像这里讲 fiziki 就是把 fiziki 应该是飞鱼，是吗？对。但飞好像是鲨鱼，反正就是讲给孩子学，不定制讲所有的鱼。古wow，因为我这上面没有翻译手法。所以又要请你们参考 CD。哦 ，CD 原则上，我每次讲这种话都觉得，常讲都在骗人。我觉得7月应该。没有出来。7月上旬、中旬或下旬。我觉得7月应该是会出版，就会上架了。我不信。明年7月。